在地看世界来看，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一直甲新冠病毒看作是小感冒，安尼无要无紧，即使食着惊咯，家己嘛畏着病毒咯。也毋过，这个总统也是认为讲无啥物大不了，伊就电视台宣布讲，伊畏着病毒，甚至伫个镜头前甲喙暗就拔落来。伊搁来拍一段影片，讲家己的镜头轻微，而且当咧食奎宁这种药啊咧治疗。 巴西目前确诊的病例数超过166万例，全世界排第2多，死亡的人数嘛挖近67000人咯。甲记者拍招呼了，波索纳罗踢几下步，虽然拔落来讲伊的人好好，因为出现发烧顶顶镜头，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取消一连串的行程，伫厝休困，并且接受检查，确定患着新冠病毒。波索纳罗阁上电视亲身证实这个消息。 Às 5 da manhã tomei a segunda dose da cloroquina e eu confesso a vocês, estou perfeitamente bem, tá? 那接受访问，波索纳罗阁公布家己食药的影片，并且一直强调讲伊感觉是好真济啊。捌将这个疫情形容是小感冒的波索纳罗，虽然讲已经确诊啊，不过伊坚持讲巴西就是爱拼经济。A vida continua. O Brasil tem que produzir, você tem que botar a economia para rodar. 依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，目前巴西无论是确诊还是死亡人数，拢敢若较输美国尔，是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。不过波索纳罗犹原是重经济、轻防疫，日后巴西恐惊又搁较侪人去畏着病。